台南七股区农会选用在地食材，邀请到总铺师到现场做出着好食料理，来参加乡亲食甲真欢喜，嘛来推销着七股在地特色。 台南市七股区伫咧沿海地区，使用脑沙目鱼蒸出来菜色果子，嘛拢真好食。为了推广在地农产，七股区农会举办美食活动，邀请总铺师来到现场煮一顿澎湃料理。用咱地方的七股的在地食材，洋香瓜啦、红葱头啦、沙目鱼啦，搁白药做叫请总铺师来咱做一寡。 在地食材，总铺师用七股在地农产，包括红葱头、沙目鱼和牛蒡果食材来煮一顿青草的。现在很多农村哦都是这样子，都在开发在地食材。当然就是起来也要有卖相。七股农会透过美食活动，后来到现场的乡亲，唔来当食到总铺师煮的料理，嘛借一摆行销七股，深入了解在地优质的农特产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